而家唔痛啦，而家好高都得啦，而家已經健康梗係好重要啦，比金錢仲重要，梗係專注啦，機能再生10分滿分，我會俾你哋9分啦。我姓伍嘅，右手咧就痹咯，咁啊冤口痛啊，越嚟越嚴重啦。咁咧直情咧就擰唔到去扣胸圍，咁一擰咧就會飆眼淚㗎啦，會醒咯，醒咗好多次，咁啊梗係瞓得唔係咁好，精神都唔係咁好啦。如果10級痛嘅咧，我就去到8級啦。睇到你個機能再生啦，多啲人分享，咁你嗰個人嘅信心就會大啲咯。嗰個儀器咧同出邊好大嘅分別，可以入咗我深層嗰個肌肉入邊啦，感覺到嗰個痛症個炎症咧，慢慢就會消失咗咯。第7次，我手開始感覺到好啦，有健康可以周圍玩啦，同朋友可以 high tea 啊，咁唔使成日坐喺屋企啊，非常之開心啦。所以我而家都成日同人講㗎，人哋一醫得唔好，我就你嚟啦，你嚟啦，你嚟啦咁咯。重要㗎，保養身體。咁因為唔保養佢，點樣可以繼續我嘅人生咧？N 機能再生幫到我， N 機能再生幫到我。